依然，你出来一下，谭总有事找你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谭总的秘书李密，明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想你是搞错了吧？我是清洁部的依然。应该不会搞错的，已经把你调到了秘书部，这是你的岗位变动传单，需要各部门的签字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希望你明天能准时上班，就算你不来的话，希望你重新看一下合同。难道我已经被谭少宇识破了吗？不能慌，他不可能察觉出我的计划。哟，穿这么正式干嘛去呀？今天是结束培训，正式上岗第一天，穿的正式点吧。嗨，不就是去谭少宇公司上班吗？没事儿，他不要你告诉我啊，大不了来我那儿。是你那户外车店啊？怎么着？没看不上啊？不是，我胆小，我一看见那车轱辘就害怕，尤其是过障碍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敢睁眼睛。这种东西也就适合你们男人。不懂了吧？告诉你啊，现在来我店里的都是女客户，买大件、贵的、好的都是女的。这都是买来送老公和儿子的吧？啊？嗯什么？嗯。还有你了，我得真的走了。啊，好嘞，走。你干嘛去啊？我送你啊。我让你送什么呀？我坐个公交再倒地铁就行了。我可不能迟到，迟到了要扣奖金200，外加遭领导白眼，还得加班影响升职呢。说的真够溜的。哎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上海的交通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你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挤一身臭汗怎么见同事啊？你得给同事留一好印象啊！走，我送你去，我有车，保证不堵车，还准时。你什么时候有车了？一直都有啊，赶紧换，我在外面换啊，楼下等你。啊。我还以为什么车呢？原来还是你这单车呀！什么叫单车？这叫山地车，持久、专业、耐用。行了，别说广告词了，我赶紧走了。哎，别！你就告诉我，现在离你上班呢，扣奖金和遭领导白眼还剩多长时间20分钟。？20分钟是吧？嗯，上来。行嘛。行吗？把妈换成爸啊！坐稳了，起飞了啊！走你！怎么样？时间控制还行吧？没耽误您大好前程吧？行，还差5分钟。待会儿中午别忘了吃饭，别净点些垃圾食品。你们门口不有中餐馆吗？跟磊磊点俩菜。哎呦，行了，弄得跟我奶奶似的，赶紧上班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，晚上见。好。哎，对，回来。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哪个手？拿好了。这什么呀？把这带上，转运的。您今天呢第一天上班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依然了啊！行了，走了。谢谢。
谭总，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建筑设计会，你把现在上海所有在建的酒店做一个资料搜集。可是这怎么搜集啊？上海太多酒店了。如果这个要我教你的话，我请你干嘛呢？明白了。等一下，把这信封里的所有票据都贴好了，明天上班交给财务处。好的。财务处有规定，除了贴好票据之外，还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所有的信息都登记在案。明白了。等一下，就快到中午了，我要吃午餐，帮我订一份牛排7分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以后我没有说完话之前，请你不要主动，明白了？那您现在说完话了吗？宝，啊，李爱宝先生，咱记住穿这一套啊。啊。哎妈，你怎么想的？这相个亲还至于改个名吗？还李文凯？你骂我有文化吧？这名字起的有没有点某个青年才俊的意思？这名字起得好呢，就容易产生好感。人一产生了好感呢，就容易接近，一接近呢……那当初你生我的时候，怎么起了个李爱宝啊？李爱宝是你爸起的。没文化。哎，别瞎说啊，多好听的名字。宝啊，你这次相亲啊，要是能够一次性搞定了最好，要是不行呢，你别气馁，总结经验，以利再战嘛。好。我就觉得你这个头发这么竖着不好看，要不，你看看你自己头发，我怎么就觉着这么梳不好看呢？我的意思还是来点油吧。啊，别妈，抹油那是民国时候的事，现在人都流行这样，这不挺好吗？我就奇怪了，你说我儿子长这么帅，条件这么好，他怎么就没有小姑娘喜欢呢？关键问题是你没上心。哎妈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你不能给我上纲上线啊！我还不上心，我1礼拜上5天班，相6次亲，也就是我，换别人谁受得了？哼，我可管不了别人的事儿。你说你相1次亲，我在后面得费多大劲呢？你每见一个姑娘，妈妈得在后面千挑万选。我看呢，你坏事就坏在这张嘴上。你说晶晶那个事儿吧，你俩完全可以再沟通，再解释解释，是完全能够。那叫什么事儿啊？合着他们家嫁姑娘就为了20万，我有这20万就爱死爱活，没那20万就六亲不认，什么人呢？你看我这一说吧，你就来劲了。你揣着一肚子的气，你怎么相亲呢？你没听电视上怎么说吗？过了30岁不结婚，那是犯法，要抓起来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混到30岁不结婚，到时候你爸又给我托梦，他再问你。哎，都妈，我今天晚上就给我爸托个梦，让他以后别再烦你了，行吗？